咱国安啊，所有的因缘拢是我，所有的因缘拢是我啦吼。第一个就是讲，咱到底安怎看待咱家己啊？遮咱甲咱讲一个故事。伫美国啊吼，因的一个科学研究人员啊，因做一个实验，叫做伤痕实验。因召集足侪遮个志愿者，啊一召集来以后吼，伊讲吼，我要做一个实验。即个实验就是讲吼，我要看人啊吼，就是一般人对身体有缺陷的，尤其面啊吼有缺陷的人啊，因会有啥物反应？哦，甲因遮志愿者安尼讲，来呢，就叫好莱坞哦，因迄专业化妆师哦，就伫因迄志愿者每一个人因面的特定的面啊吼，画着一个吼老花老汤的一个伤痕，吼，化妆画出来毋是真诶啦吼，化妆诶啊，啊画好以后吼，因就招人分一个迄个一面镜，互因照。看因的一个化妆效果安怎就对啦吼，大家拢讲到收真诶就对，敢若真正一个空喙啊。看了以后，甲因收倒去，即个镜甲收倒去，啊，甲因讲吼，即摆上尾吼，阁有一个步骤，我会用粉吼，甲你即个伫你即个化妆顶面，甲你迄个铺一铺啊吼，避免讲即个化妆会迄个无去安尼啊吼，会用着啊吼。啊，毋过其实咧，伊是用纸巾，吼，将因即个化妆啊，剔掉啊，哦，所以其实伊个面啊，吼，无任何的物件，和原来一模一样就对啊。啊，毋过伊拢毋知影，因这志愿者啦，吼，就互人派去各大病院的一个候诊室，啊，甲因讲吼，恁等下吼，恁就是爱去观察，吼，观察咧看着恁的人啊，吼。因对你即个伤口会因会有啥物表现啊？吼，迄个时间一到哦，遮个人啊，全部甲叫上来，叫上来以后甲因问啊，无一个例外，100个出去，100个拢讲哦，讲啥物？伊讲哦，我发现吼，遮个人哦，对我比以往搁较粗鲁，搁较不友善，而且吼，伊拢一直。看我的一个特定的面，一直盯着我的左脸看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咱敢听有人互我讲诶，伊迄面无任何的一个物件呢，毋过伊煞感觉讲，为虾米人们对我比以前伊的一个面无空喙的时阵啊吼，搁较不友善，搁较粗鲁，伊即个伊的面嘛无物件啊，为虾米伊会有即种认知出来？伊有即种体会出来，吼，这就是要甲人讲的，讲着讲，当咱的心内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、错误的一个想法的时阵，咱就会将这甲伊特定，吼，咱面对着、咱看着一切的一个人事物顶面哦。咱只要讲，咱家己的一个想法毋对、错误的、歹的，咱就会甲伊套用在这一个人事物上面。对，讲较简单的，就是讲着讲吼，世间的一切拢会去配合你啊，咱的环境拢会去配合你啊，吼，为虾米？好，我讲生命，我感觉生命哦做太多的，我感觉生命做太多的，其实无太多哦。毋过因为我感觉做太多的，我就会开始去找本色。我开始看，迄公园，迄草啊拢无刮，吼，哪遐尼乱啊？我家己会去找证据来抗灾，吼。所以当咱的想法无正确的时阵，咱拢会去甲世间的一个一切全部拢要甲掠来印证啊。伊搁正确，咱嘛甲伊拗甲无正确，吼，因为咱的心都无正常啊，敢是安尼？吼，所以呀，吼，这就是甲咱讲着，咱到底安怎看待咱家己？当咱想法、咱的一个看法、咱的一个思想无正确的时阵，咱敢知影？吼，咱毋对，咱是咱家己毋对，咱敢知影咱毋对，还是咱一直感觉是人毋对？吼，好，啊，伫遮啦，吼，咱师尊有讲着，咱师尊讲，你尽管
外在的一个无圆满，嘛就是反射出家己心性顶面的一个无圆满。这时阵道理啊，恁着爱赶紧甲咱的心静落来，反求诸己啊！毋知咱有安尼做无呢？哦，咱好汉吼，伫即届的迄个我顶届去休半冬的时阵吼，和咱先生啊，伫遐讨论即个新冠肺炎的一个问题啊，吼，啊讨论到愈来愈大声呢。阮先生拢讲吼，阮先生讲吼，去买大陆了，去大陆遐传过来，阮先生讲。大陆讲因今仔日一摆，根本就是后壁爱搁加一个零，就是1000个。咱台湾讲一个，后壁爱加一个零，就是10个。我讲你是导演哦，还是你是编剧？你用写你讲会准哦？或许就安尼甲伊讲，吼。那伊讲吼，咱台湾啊，绝对有社区感染，有社区感染。我讲没有社区感染，伊讲有普筛之后绝对会有社区感染。我拢咧你讲，吼，或许到尾就看到一个医生，好像台大的医生，伊就出来啊吼，伊写讲为虾米咱台湾无社区感染的一个原因啊，咱互遐同学就伫遐念互阮先生听一句念，念到一半，迄口气最严肃的，吼，啊声较大声，阮先生就讲，阮先生讲话你点咱注意听啦吼，伊甲我讲。我是踩到你手的点啊！伊讲我是踏着你对一条线啦，咱两个有需要为这还给你。伊当时甲我讲，我到底踩到你哪一条线啊？当时好汉就点去啊，或许当时嘛无想着讲伊到底踏着我对一条线。毋过伊嘛伫困的时阵，咱好汉就去想啊，为什么？我对这件代志，我的心这么在意呀、真的，我到底是哪一条线被他踩的？后来，我开始思考，就是讲哦，或许就是对于为虾米讲，人家防疫人员付出那么多的努力，因嘛真正拢无困的呢，吼，伫遐伫注意这疫情的一个变化。啊，拢无共肯定，拢共讲歹的一个所在啊，吼，或许就对这点啊，吼，感觉足袂当接受的。由来咱的一个身躯嘛是共款啊，或许就感觉讲奇怪，啊，我拍拼，我做遮尔济代志，你要甲我肯定，你拢讲我负面的一个所在，毋是讲伊啦，可能就是讲咱做代志，咱感觉讲啊，我著做足侪代志，为虾米无互肯定，搁互人就是讲说一些负面的话，没有好的话安尼啊吼，你嘛可能咱心境无共吼，毋过咱就是甲即件代志，由来咱的一个身躯来做一个反思。为虾米我对即件代志我特别在意？吼，所以其实伫心理学内底伊就有讲着吼，心理学内底称这一种吼，其实这是已经折射作用啊，折射作用。伊遮伊讲，伊就讲着吼，伊讲你讨厌的人啊，其实就是你无介意的家己啊，吼，你一直去批评人的一个所在啊，就是咱上界无法度接受家己的一个所在啊。这足奇妙的哦，其实咱拢会当去思考哦。当有一个人见莫讲无一定是迄个人，如果后拢我听到一句话，我的峰会就倒，还是讲我听到一句话，我的一个感觉啊吼，这个心就起起落落，还是做一件代志，我就特别看不顺眼。这时阵啊吼，咱就爱扭来咱的一个心上啊，为虾米我会有一个这种反应啊？吼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一直问落去，一直问落去，问到尾啊，你就会知影为虾米啊？你会找到这个答案啊？吼，真正哦，吼，这就是讲，只要有问题的所在，拢由来咱的一个身躯做一个思考啊，吼。好，来，第二点呢，就甲咱